这谁要成亲啊？啊？咱俩。别闹了你，我是不是走错房了？相公，我已经等你好久了。你不知道你多大劲儿吗？相公，我一时失手没伤着你吧？来，我看看哪儿呢？伤哪儿了？哎呀！你把我的汤都洒了呀！不就一碗汤吗？我一会儿给你熬还不行吗？这碗汤是定什么？定。哎，外边是不是放炮了？你去看一看。不，我哪儿也不去。哪儿也不去？那你住哪儿啊？这儿。你住这儿？那我住哪儿啊？那就这儿。哎呦，艾迪，你怎么能？那可不行啊！温良恭俭让，你不是天天挂在嘴边吗？你不是说你是个集美貌与智慧所有美德于一身的女人吗？难道你不懂那个男女授受不亲吗？你现在才明白男女授受不亲的道理吗？当时你拔我衣服的时候，怎么没有想到呢？谁拔你衣服了？那只是个传说。传说？呸！我这碗生米被你煮成了熟饭。哎，今天晚上必须动手。艾迪，你给我答应我，快请，就现在。相公，你答应了。压我脚了。哎，别闹了啊！艾迪，我不是不想洞房，我也不是不愿意花烛之夜。你先坐。艾迪，到了中医知识这行的，那是没有退路的，脑袋时刻别在腰带上，说不定哪天被人抓住，咔嚓一下，就直接嗝屁着凉了。你说你现在多好？你现在是黑风堂的大小姐，我要是嗝屁着凉了，你就成黑寡妇了，你愿意吗？我只在乎曾经拥有，管他是否天长地久。哎呀，艾迪呀，你是个大小姐，我是个奴仆，咱俩身份不般配。般配？我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。我见过鸡，见过狗，没见过你这么死心眼儿的。别管我是不是死心眼儿了，天快亮了，赶紧来吧，来不及了。哎，你说天亮了，天亮之后我们还要冒险出城呢，我还要保护小少爷的安全，把他护送到袁大将军那儿去呢。那什么呢？难道你也看我今天晚上洞房花烛之后，明天浑身软弱无力，被官府的人抓到，咔咔咔，身上被砍40多刀，嗖嗖嗖，身上挨40多箭，然后斩首示众吗？有那么夸张吗？相当夸张。所以，爱我就相信我。等我们平安出城之后，我一定找个合适的机会和你洞房花烛。真的？去你的吧！去你的吧！去你的吧！破镜难圆，就像冬晴曾经说过的，这只断了的手镯，就算是再好的工匠，也无法将它恢复原来的样子。我又何必欺骗自己呢？明天过后，我和冬晴之间不可能会有任何的改变，我依然是他势不两立的仇人。什么？你的意思是说，我们怎么也出不了城了？是啊，那怎么行？老师傅，你不是已经收了我们钱了吗？咱不是说好了吗？你给我们每个人脸上画上花脸的脸谱，
混在神教的队伍里，跟着送神的鸡童们出城啊？怎么这个节骨眼上你却反悔了？你做人得地道点儿，你说话得算数啊！并非贫道说话不算话，骗你们的钱财，实在是一大清早，巡抚衙门来了人，下了一道命令，不准送神教出城的鸡童们在脸上画上花脸的脸谱啊！啊，那怎么行啊？那守城的官兵一眼就能认出来，冬青姑娘、小少爷、爱弟啊，还有那只鸟，那鸟人。我们这回真的插翅难飞了。英雄哥哥，英雄哥哥，我知道你最聪明了，你一定会有办法带我们出城的，对不对？化妆成鸡童，是我现在唯一能想出来的办法。一时之间，我实在想不出什么万全之计。咱们不能就这么坐困愁城的。马尚飞，你备好人员，随我杀出城去。不行，别拦着我。冬青，不准对我们师傅无礼，我来保护师傅。就你们两个废物嫡系，少在我面前舞动龙剑！过来，闭嘴！再多嘴，当心我的虎形拳！哈！你敢动？哎！你给我搞清楚，你是我未上门的女婿，我是你未来老丈人。论辈分，你得喊我声爹呢。来，你要敢伤我，立刻让我女儿把你休喽！我警告你，你要是敢动我相公一根汗毛，我永远不认你这个爹！哼，闺女啊，你别老在紧要关头跟爹唱反调，好不好啊？不好！够了，都什么时候了，还窝里反？现在最重要的是，想办法出城。谁不想出城啊？看你说的，你睁个眼睛好好看一看，这群人里面，除了你我冬晴，咱们三个脑子够用一点，剩下这几个猪头，不，你不算，你脑袋也不行。也没说你，能想什么好办法？对啊，英雄哥哥姐姐，马尚飞说的对，我们这些人当中就你们最聪明了，你们快想办法呀！好吧，看你们急成这个样子，贫道倒是有一个办法，或许能帮你们脱险呐。什么办法？请讲。每日午时，道观里都有一批道士上山修炼。你们不妨假扮道士，跟他们一起上山。上山？不是说出城吗？对呀。各位有所不知，山上有一条废弃多年的驿道，可以帮你们平安离开无锡城。此话当真？绝无虚言呐。老人家为何愿意帮我们？那还用问？他收了咱们钱嘛。实不相瞒，贫道早就看过官府贴出的通缉榜文，已经猜到官府想抓的人就是你们。老人家，那你还愿意帮我们？你不怕惹上麻烦吗？哎，老道，你不会出卖我们吧？当然不会。如今这世道，豺狼横行，奸人当道。官府通缉的人，并非都是些十恶不赦的真正的坏人，相反的，倒是那些被奸人陷害的忠义之士啊。老人家说的对，我们的确都是好人。是啊，我们都是好人。不，也有个别坏人。那个，后面那俩。所以，老夫愿尽绵薄之力，助各位脱险。多谢老人家了。无量天尊。